针对媒体爆料，台北市长郭文泰要爱方阳玲从北来接台北市的警察局长。对此，议员吕维英上午透过议会工作报告，询问警察局长方阳玲是不是有意愿。对此，警察局长回应并无这回事，而且承诺会留伫台南做好治安的工作。会不会在这半年内或在3个月内会有异动？我想以我目前的表现，上级应该不会把我检讨调整。你不会调整啊，搞不好你会高升啊。6都的局长都是平行的并没有什么高升不高升的问题。好啦，其实还是有大小区啦。我想请问你，柯市长有跟你谈论过吗？谢谢议座的关心我要郑重否认，我从来没有接到柯市长的任何的联系，我也绝没有任何的悬念，我就是全心全力以台南市的治安交通工作为重点，把治安交通的工作做好，这个就是我以上的一个使命。议员吕维英表示，虽然警察局长的任期一任是3档，不过对最近台南市2档换4任时常的变动，如果局长有高升的机会，伊嘛袂去责怪。但为了台南市的治安安定，希望局长会用留伫台南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